馬島親上專屬十六歲成年禮周邊，替8月10日將佇安平開大體育場訂定為成年禮活動來暖身。今年拄好是台南運河通航100週年，以成功啟航運河8棟航向未來為主題，希望參與成年禮的學生會當借着運河這條航道，坐船出海，影響人生重要里程碑。第一16歲開始，因要安怎去獨立，要安怎來創造因以後的一個方向。啊，了後呢，咱有一個成功起航哦，就是來跟引導，互因踏出去迄個世界，吼啊，看清這個世界這個運作。活動除了依照傳統儀式行花道、佇狀元墓行出鳥無間，也安排信仰巡禮，前往觀音亭參拜觀世音菩薩、甲大聖爺領取印財，閣到公濟宮參拜太子爺領取文昌筆，象徵智慧甲祝福。祈求咱心靈會當保庇這囡仔啊，當大人了，一世人的旅途會當非常平安順遂啦吼。啊，所以我嘛相信講，咱這青年朋友咧，做一個16歲了的，更加會當了解伊對家庭、對社會、對國家的這個責任啦吼。這回還有酒店推出成年禮套餐，其中蝦仔代表這個歌聲，還有食了平安的紅龜、麻油麵線等等，結合傳統禮俗甲文化體驗。安平開大體育場辦理16歲成年禮活動超過40檔，逐檔攏透過創意，讓這項珍貴民俗持續傳承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